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云南大山的故事。在云南楚雄有一个叫马游村的地方。5年前，龚琳娜老师她来到这里采风，却发现孩子们没有音乐课，也没有音乐老师。去年我们来到了马游，把这所学校命名为哔哩哔哩山歌小学。我们为孩子们修建了音乐教室，送去了乐器，为学校带来了4位年轻的支教老师，同时还邀请了非遗传承人罗英老师。他每周都翻山越岭来到马游，只为了一句一句教孩子们唱起他们喜爱的歌谣。